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3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继续来关心经发生案，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交保，台北地检署控告成功。台北地方法院昨昏下晡重新召开羁押庭，报名裁定郭文哲是7000万交保，沈庆京是1亿交保，也那叶晓薇是3000万，李文忠是2000万交保。这些人拢爱挂电子监控的设备，而且限制自机、甲出境，也有出海。也那民众党的支持者，昨昏暗时是持续伫咧法院外口拿标语静止抗议。北检要压你，觉得需不需要拿出更多证据？对记者问题拢无回答，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搁再行入去法庭，涉及惊发生案、政治献金案，被起诉了以3000万交保，严过北检不服提控告。台湾高等法院认定控告有理，29早起撤销发回，台北地院下昼就是开羁押庭。有逃亡、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那再来就是原判决预支的拒保金额跟被告等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还有犯罪所得的金额是否相当，是否足以拘束被告4人。民众党的支持者小草根暗时继续伫咧法院外口拿标语抗议，不过大部分拢伫咧意见表达区范围内静坐，并无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出动70位警力维持现场的秩序。到半暝上新的裁定出来，郭文哲的交保金额增加到7000万，沈庆京1亿，尹晓薇3000万，李文忠2000万。4人拢爱挂电子监控，限制单据加出境出海。除了日常家庭生活加工作所必须以外，不用接触任何共案的被告加证人。若无伫今仔日下昼5点进行举报，就要告羁押。检察官在严押庭里面针对高院撤销发回的理由完全没有琢磨。那既然完全没有琢磨的话，我应该可以合理的判断啦。检察官，你们不争执柯文哲，他不会逃亡了吧？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出席旁听，伊批评检察官伫咧庭上是甲大家拢知影的代志，搁讲一遍。因也对郭文哲公开表达想要请示民众党主席。民众党回应会依照民众党的当中进行，赶紧开临时中央委员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南韩济州航空昨昏发生严重的空难，造成179个人无命，落尾手干那2个人救回来。代理总统集团的崔尚武宣布全国哀悼7天。因那人讲是乌阿爸的飞行记录器，这2粒已经是找到啊。根据他台记录，这架飞行机是接到有规定照的警报6分钟了后，才去弄到围墙的。71岁老爸手机内面有查某囝最后的留言，当阵伊想要日志，问查某囝敢有，查某囝回讲办公厅内面也阁有下落给爸爸。这就航空意外机顶181人，有179人死亡，因查某囝是其中之一。 政府宣布正立7天的国家哀悼期，一直到1月初5 0点。 정부는 전남무안군을 특별재난지역으로 선포하고 피해 수습, 유가족 지원, 부상자 치료 등 필요한 지원을 다하겠습니다. 根据他台记录，失事的客机是伫接到弄到郊外有近6分钟了，去弄到墙尾啊。这么2台小型 OR 的飞行记录器拢找到，会赶紧分析。专家也提出问题。 Aircraft engines are built to withstand a lot, including a bird strike. But if the birds are particularly large, they're in flocks, and there's several of them, then even a modern jet engine has problems against it. The pilots are clearly in control of the airplane. Why did they not lower the landing gear? Emergency services will be standing by. They will lay foam on the runway. 这么事故现场也有全罗南道、光州、首尔等17个市都将会设定灯。
中央政府全部门、地方政府加公共机构办公厅共半旗致哀。当局讲会调度所有会当用的资源，全力进行灾后处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这一届南韩飞行机失事的意外，有国内技师讲，若照苏当时这飞行机的高度来看，应该是有机会甲高度救起来个停飞。甲降，而且甲这降落的点啊，改做是技师家己控制，甲放落来。也那嘛有专家认为讲，可能是因为这跑道机场的跑道伤低，技师未负反应，才会造成这不幸的悲剧。失事的济州航空班机是波音737-800机型，机龄15年。官方判断应该是降落时阵叫只击到，才造成事故。第一时间，咱外交部向南韩相关单位表达慰问，经驻外单位查证，确认无台湾旅客伫机顶。该班济州航空失事班机上，并无任何我国籍旅客搭乘。外交部及驻韩国代表处、驻釜山办事处将密切注意后续发展，并与韩国相关部门保持联系。航空界人士分析，若是只击到，可能地属部分系统失效，当时也有可能是反应时间伤短，用机爆落地冲出跑道。武安机场的跑道差不多9000英尺，是较低的跑道，飞机袂当有效减速。鸟击之后呢，会导致多少的状况？比方说发动机失效导致液压系统无法作动。那液压系统无法作动，再来它可能确实在降落的时候时间很短，所以呢，也许机长能够判断的时间不太多。给他的时间不太多呢，也许用机腹着地，其实他最好的一个决定。经民航技术分析，这个事故也有真侪疑点爱查，看降落的路线，班机伫降落的过程下降速度无明显各样，另外只要击到无一定的影响起落架。伫当时这个关度嘛，还有用手操作起落架，还是停飞甚至转降的选择。即便是你的液压系统影响到你的起落架。但我们这个738它还是有一个手动可以把这个起落架降下的一个机制，看起来它也没放哦，所以这里面其实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疑点跟奇怪的地方，可能需要等到这个黑盒子或是这个座舱记录这个语音座舱记录拿到之后，才能够做进一步的判断嘛。只要接到历史飞安事故电来听到，2019年罗西亚乌拉尔航空一台 A321空中巴士起飞了无偌久，就互只要接到发动机失效，机上乘客有翕到，当时机身快速摇撼，甲来飞机紧急伫郊区一个反备层劈降，造成23个人受伤。最近较严重只要接到的事件是1960年，美国东方航空一台班机，互规定水饺的影响，甲了4台严禁转飞，飞机落伫波士顿机场附近，62个乘客死亡。记者综合报道。这个南韩济州航空发生空难的飞行机，机型是波音737的客机。其实，这个机型伫咧全球真侪航空公司拢有咧使用，不过这20年来，嘛捌发生过几啊届伤亡的事故。上今年这一届是2022年，中国东方航空的飞行机被飞去广州的半中途摔落来，飞行机顶132个人罹难。不过，有专家指出，若为这跑道的情形来看，这架飞行机有可能是雄雄公公降落，并无偌济准备的时间。济州航空74216班机迫降时阵，机弄到跑道尾溜的护栏爆炸导火，造成重大伤亡。航空专家讲，看飞机迫降时阵还阁正平稳，表示机长依然有法度控制飞机。一般这种迫降，乘客活落的机会算悬。Usually, however, they are prepared. For instance, emergency services will be standing by. They will lay foam on the runway. They will do all sorts of things. We don't see that in these pictures, which leads us to imagine that the landing was, let's say, rushed perhaps, that there was not much time from the emergency to the decision to land. 这台出代志的波音737-800是2009年生产，2017年由济州航空营运主要飞中底停。737-800是波音上受欢迎的机型之一，到今年估计全世界已经交付要到5000台，占737全系列销售的要到一半。不过，伫过去20年也发生过26件意外，其中较重大的事故有2006年巴西高尔航空班机甲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公务机相撞，机顶154人全部死亡。2007年肯亚航空班机要飞机受到奈洛比的半路摔落，机顶114人全部死亡。2019年，印度快运航空的班机伫降落时阵冲出跑道，造成158人死亡。2029年，乌克兰国际航空班机自伊朗德黑兰起飞了无偌久，互飞弹射到，
机顶176人全部死亡。上最近的一件重大空难是2022年，中国东方航空班机要飞去广州的半路摔落，132人全部死亡。这边济州航空意外，南韩官方讲主要原因是弄到鸟仔加天气。专家讲弄到鸟仔意外定会发生，但是真少造成重大事故。A bird strike is not unusual. Problems with an undercarriage are not unusual. Yes, they do happen from time to time. Bird strikes happen far more often, but typically they don't cause the loss of an aeroplane by themselves. 不过专家也强调，伫咧降速舱通过录音记录公布进前，大家对降速舱面对的情形也阁无啥了解。另外，共款属于普险的主力客机737 MAX 系列，伫这几年也因为连续重大事故正受争议，也不被全面停飞，一直到2020年才慢慢阁恢复使用。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台湾各地偏乌、金梅、马祖，有当时出日，有当时是侪云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气象署针对全台湾9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各地天气是不哩寒。早起有的所在可能敢若10度，或者是10度以下。明年就是下年暝，明仔载就是下年暝，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云嘛会较高。北部甲东半部、恒春半岛、才方便较会落雨。咱人元旦敢是有机会会当看到2025年头一个出日的日头光，就爱看运气。这几天冷空气是一波接过一波，有真侪人去爬山，都是为着要看雪。这几天有6个人去爬雪山，因工作的布棚可能是搭了无好势。报名的时阵，山顶上大雨，布棚内底煞咧流水。而且山顶阁寒死死，温度伫咧0度以下，这阵人是骹手皮皮喘，寒到要害去。帐篷外口当日落大雨，不过伫内底煞共款嘛伫落雨，就水讲伫内底嘛是冷甲皮皮喘，或者是山药化工根本冻袂掉。帐篷真的是双湿，里面湿，外面湿。这帐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单勾勾来，连这个都是湿的。吴先生只使啉酒，改用细火炉来取暖。不过当时气温已经降到0度以下，效果相当有限。这个月13号，担任向导的吴先生带着另外5个山友，准备攀登雪山主峰。暗时带伫山6山中的野地，当日大风大雨，当要入去帐篷来过眠的时阵，所发现内底当日流水，一行人寒到要失温。以下做业者表示，是帐篷的外帐无搭好。没有搭好来，外帐连到内帐的时候，它会顺着那个缝线那边流下来的。本处基于督导的立场，已经要求许多公司跟山友进行说明，以及后续赔偿的问题。险做业者表示，因的帐篷拢有电机的巡检甲太晏，这次推测是内外帐连调的，因此造成漏水。嘛个做紧退寒互当事的山友，而专业的登山向导表示，山友入去到帐篷进前，会使先确认完整性，嘛要准备风湿温的装备。除了睡袋把你的体温有效锁住、隔绝之外，然后再来用热塑胶瓶装满热水。然后放进睡袋里面，那比较简单的，它其实就是类似铝箔垫，然后全身包着，它等于就是把你的体温锁住，不会透过空气去流失掉。登山向导表示，伫高海拔的地区，拄到天气无好，防止升温是上重要的条件。伊伫出发进前，确认装备完整，以及注意天候状况，还有本身的体力，才会使确保登山的安全。记者苗栗综合报道。即摆已经是12月天，长夏病毒要继续伫咧滚甲。那照目前疾管署的指引，一班若是有2例，就建议停课。不过台北市讲，因为即摆9成以上拢是轻症，所以打算要改做是有重症的个案、重症的风险，才会来停课。上紧后学期会开始实施。疾管署统计，12月15到21之间，国内长夏病毒门诊就诊到15843人次，远比前一礼拜降10.9%，疫情有下降的趋势。不过依然是伫流行期。根据目前疾管署长病毒防治工作指引，若学龄进前托育机构共班有2个确诊，迄一班就要停课。不过各地方政府应家己决定，
台北市府就表示，因为当个病毒99%拢是轻症，考虑家长托育的需求，未来会采取有动静有限班级才会停课。等到重症就太晚了吧？应该要提早预防，只要为了其他小朋友着想吧。我们也常因为肠病毒被停课啦，大家都是双薪啦，比较没有办法。那依照新标准执行，停课班数会大大降低。台北市府证实，进前已经邀请专家、相关家长代表，决议未来针对动静或者是高风险病毒型通报案例停课。囡仔若确诊破病，依然爱居家休困7日，并行防疫甲其他有利的受教权益。我们希望说在保护孩子的时候，跟他的托育权要去做一个权衡，针对有重症风险或是已经确诊或通报重症的孩子，我们再来考虑进行停课。市府表示，帅气爱等社会局、教育局修正相关规范了后，就应开始实施。未来也继续研究配套措施，各观察疫情对托育机构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为了减少使用塑胶，2025年1月7日开始。制造业袂使阁主动提供用一改就单调，亲像是起面甲起膏等等的备品。也若洗粉丝、洗头甲面油等等液态、洗浴的用品甲保养品，180亩以下细罐的，饭店袂使阁主动来提供，就要改用大罐的。不过业者讲，细罐的有的抑阁有库存，进度相对会较无一定。过来看《自由时报》，特殊教育法去年修正，甲心理评量专职化来入法。也就是讲，要判断敢会当有特教生身份进前，就要聘请专业的人士来执行评量的这个流程。根据全国教师工会普查，发现台北市、台中市甲花莲县推动的情形是上界消极。其中台北市教育部补助增加5个专职人员的课，到达也拢无人。过来看联合报，国土计划法明年4月份实施，不过国土工程分区度还未收齐。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评估，上界理想的情形是延期，甲农业权入法共一个时间来商讨。不过针对这点，绿营有意见，民众党嘛认为无应该相共来决定。咱若蓝营是按算先延期，再搁处理农业权。目前已经过1个月协商的冷静期，上紧明仔载来处理。中国对台湾提出定界台独22条，咱国陆委会嘛提出反制措施。未来会拒绝中国台办相关的高层来台湾。另外，咱台湾有3个一贯道人士伫咧中国去用掠去，陆委会嘛表明，讲未来两岸宗教的交流，拢会严格来审查。中国对台提出挺独12条了后，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伫平面媒体专访证实，对外界启动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爱对台办系统表达抗议。结果在上海市台办主任金回来台进前，也拒绝杭州市台办主任参加两河论坛来台申请，那也认为答案保护，该来增加得意，另也是支持陆委会爱有做法。上海台办主任金梅申请来台湾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参加双城论坛。陆委会用抗议大陆惩毒22条，并且要求跟金梅会晤。陆委会是用大炮打小鸟，很显然就是无计可施、自嗨式的报复行为。没有道理，他欺负、滥捕我们的台湾人民，我们还让这些背后的主使的一把手可以自由的进出台湾，这对台湾来讲，不仅是不对等、不尊严，更是伤害台湾人民自由旅行的安全。中国的挺独22条有判死刑，重新对诉者设计，一个鼓励检举台独顽国分子。陆委会表示，为了抗议对华引起两岸人民对立，增加赴中国风险，故在发布涉台系统一把手来台许可，除非对方愿意来台湾面谈。邱垂正强调，这是了审查申请案件原则。台湾正有3个一贯道人士伫中国被抓，陆委会表示免接受，讲要弘扬文化，促进中国交流，佮提刑法的抓人，了伫两岸中国交流部分也严审。抓捕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其实是不透明的情况。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理由，没有提供任何上面司法的协助。他应该相对的要提出他会鼓励来台湾的类别，这样才会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
条例看出来说，陆委会是真的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而不是全面的禁止交流。台大教授周正东呼吁政府搁较开放跨台民间综合交流，或者王志成认为政府为确保风险，美国会禁止台湾人去中国综合交流，毋过有搁较侪提醒，同时建立量化有序对等的活动。强军继续交代，国防部表示，29度查到中共主副战机11只，其中16只超过大海中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西区的中校国小。最近有人发现讲，因的校歌内底有一句歌词是唱新中国的创作，这个代志是引起大家议论。有家长认为讲，这歌词应该爱改掉。不过校长是讲，歌词会安尼写，有伊历史的背景，会搁详细来讨论。这是台中市西区中校国小的校歌，配合校园景色，加做校友的共同回应。不过，这个歌词最近却引起家长的议论。歌词出现一句新中国的创作，引起家长部分质疑无适合，各烦恼囡仔分不清台湾甲中国。各提进前家己高中也将校歌歌词修改做例，也要求学校爱改歌词。中校国小有的时候呢，创立中校国小的时候，中华民国都还没有啊，所以我想说，这个新中国这可能是那时候时空下的一个产物了。校长解释，学校位置第时期都已经设立，历史是真悠久，除了时空背景，也代表学校一部分。是不是爱改歌词，也邀请相关人员来讨论。另外，民众也无同款的看法。感觉没什么关系，每一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风格，或者是对啊，就不需要去特别规定说他们需要改变什么。我觉得它终究最主要的目的，终究原本是正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会把这个词觉得带有什么意义或需要被修改的，我觉得反而可能是有些人的理解可能比较扭曲的，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台中市教育局也表示，这歌词创作有伊的历史背景，对即马校歌表示尊重，是不是有无适合，会由校方来主导。加问各方的意见了后，各建议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阿塞拜然航空顶一日发生飞行机失事的事故。目前调查所有的证据拢指向是去互罗西亚航空系统拍到的。日白时阵，罗西亚总统普丁说是发声明，讲已经打电话互阿塞拜然，甲因回失的。不过，也是无讲因敢会针对这件代志来承担责任。阿塞拜然航空一架客机离5伫哈萨克西部摔机，造成38人死亡，20多人受伤。了解初步调查结果的消息人士透露，初步结果判定飞行机是受到俄罗斯航空部队误伤拍落来的。活落来飞机乘客嘛表示摔机进前捌听到复杂声音。20 dakika mi yarım saat molarda havaya kalkandan sonra hisselerdik 2 defa patlayış oldu. Bir emma edildi. Öyle iniş olmadı. 2 defa içeride nəsə partladı. Bir kişinin əli qanadı. Təşvişə düşdük. 对此，俄罗斯并不承认。严讲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礼拜四发表声明，总统普廷主动提出要甲阿塞拜然总统阿里耶夫电话会谈，嘛伫电话内底主动提起摔机的案件，替这件代志发生伫俄罗斯领空内底回事的，嘛搁一摆向罹难者家属表达慰问，毋望双方早日复原。声明内底阁表示，这架飞行机原本真侪届想要伫格罗兹尼降落，严过当时格罗兹尼地区打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所以航空系统打咧打替这个攻击。外国媒体路透社分析，正喺咧看到普廷公开回失咧，严格有关无说明是毋是俄罗斯航空系统甲这架飞行机拍落来，只有表示已经提起刑事诉讼做初步调查。第38名罹难者内底有部分牺牲者，阁是囡仔，一名才13岁乘客叶格诺夫原本预估要去格罗兹尼看妈妈，煞坐到这班死亡飞行机，加上嘛伫当地礼拜替伊办丧礼落葬。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继续来看美国前总统卡特伫咧乔治亚州因兜白世，食到100岁。今年10月，伊才做伊100岁的生日。伊毋但是美国历史上上届长退休的总统，伊伫咧1977年至1981年的时阵做美国第39任的总统。伊的任内，互埃及甲以色列坐落来谈判，促成中东的和平协议。
另外，嘛是伫伊的任内，甲咱国断交，去甲中国建交，签署《台湾关系法》。伊卸任了后，推动民主、公共卫生甲人权的工作，是受到真侪肯定。2002年的时阵，摕到诺贝尔和平奖。过来，咱来看，伫咧美国的奥勒冈州，有一只猫仔去喂着禽流感来死亡，因为伊食的饲料罐头内底火鸡肉有带病毒，才会去吊病死亡。另外，伫华盛顿州动物保护园区嘛标出有禽流感的情形，而且毋但是鸟仔去喂着，包括狮在内，目前已经有20只大型鸟科的动物因为安尼来死亡。鸟是真侪爱鸟人士心中的宝贝，真侪人为着互鸟食好、啉好，会开大钱，互宝贝鸟仔食好了。也毋过美国煞传出俄勒冈州一只冲突鸟仔食到青的鸟仔食物，火鸡肉配方，煞因为食物受到禽流感病毒 H5N1 感染，因此死亡。We do have many reports of cats, particularly. There have been some reports of dogs also, but cats particularly acquiring bird flu. Predominantly from raw food sources. So this goes with raw milk as well as raw meat. So I'm going to say raw protein. 因为刚一批使用期限到2006年5月7日，加6月23日审批，已经透过经销商卖去美国加州、佛州、宾州等等超过11州，甚至阁卖去海外。生产的宠物食品公司西北天然公司嘛宣布紧急回收，也是请民众甲相关的宠物食品单调办理退钱。根据研究，禽流感过去捌伫真侪动物物种之间传播。今年3月，美国的人牛正式去喂着禽流感。3月开始，全国已经有40只鸟仔喂着禽流感病毒。洛杉矶公共卫生科在咧调查4只鸟仔啉青牛奶了后死亡的原因，暂时阁标出华盛顿州一个动物保护区已经有20只大型鸟科动物喂着病毒死亡。上大先喂着病毒的是美洲狮群，伫11月去喂着了后，其他的动物开始发病，而且为11月23开始病症陆续恶化死亡。Clinical signs we're looking at would be loss of appetite, lethargy, fever, severe depression, runny nose, gunk in the eyes, respiratory signs, and lastly, neurologic signs. 动物园怀疑是野鸟的排泄物禁止使用区，也是污染到动物的食物。为了消毒，除了隔离关闭相关的设施，卖收集园区内底所有稻草甲有机物。甲物件消去了后，才替规个园区各所有动物的食物消毒。各个过程要过6个月才当完成。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外务大臣岩屋家25伫咧北京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了后，日本甲中国双方发表有关历史人物的会谈，不过内容并无啥共款。中国挑工无要义已经过身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伊伫咧2015年讲到台湾的谈话，因为日本这边是已经向中国提出关切。乌克兰一项调查显示，罗西亚军工业会当持续扩大量能，中国其实是幕后功臣。罗西亚进口的金属 3D 列印设备有88%是为中国来的，因为相关的设备伫罗西亚主要是用伫咧军工业，其中提供予罗西亚上大来源的中国制造商华数高科，伫咧美国甲德国拢有伊的子公司。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从乔治亚执政党乔治亚之盟宣布选赢今年10月份国会选举以来，乔治亚就变甲真无稳定。亲欧盟的反对派谴责这场选举造假。乔治亚亲欧盟总统佐拉比契维利昨晖任期结束，不过伊是拒绝落台，而且宣告伊是因国家唯一一个合法的总统。不过伊讲伊会离开总统府。镜头转来咱国内，即马新型的诈骗是愈来愈多。根据警方的分析，不法集团除了用假投资等等的方式来甲民众骗钱，佫会想空想胖，或者受害者提钱来抵押来借贷来。业者建议民众会当申请地籍移动即时通，不动产若受变动的情形，会当查得到。他是你的谁？侄子。他是你侄子？侄女还侄子？到底是孙啊，是查某孙？查甫人的讲法一直变。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这个女儿啦。见过吗？你确定？长这样？查甫人虽搁解讲，你这笔钱是配互朋友的查某囝。如果你觉得这边不好意思，我们去小房间讲，好不好？
警方当场发现，这个71岁查甫人伫LINE熟识一个讲是香港的女网友，和对方的甜言蜜语洗脑，相信因的感情。并汇款逃税为由，要求老翁将新台币146万元汇至指定账户，声称用于处理手续费折让问题。诈欺爸爸奖，警方最近侦办愈来愈多人去地面师骗去的新型诈欺。台南的这个情侣的自杀，或者是内湖母女的自杀，这里面都不是只有诈欺被骗而已，关键都是房产有拿去做高利贷的抵押。如果是一般银行借款，照会至少要7天，诈欺者就告诉你，我就是给你3天，让我介绍金主给你。要预防民众不动产去人骗去，刑事局建议地政等单位比较金融机关，加关怀慰问做彻底，尽量缩短处理的时间，随通报警方到场，业者是点出伫进前的作业防范的重要性。地政事务所每天的案子那么多，他不可能说一一的请客人来这边来做了解，或者是说所以可能还是从前次的预防。如果我们有一级一动即时通，那我想在家的老人或者在家的儿女就会收到这些及时的讯息。业者建议包括宽证、印鉴印啊、印鉴证明、身份证，唔通随便交予别人，也当申请地籍移动即时通，随关心家己的厝体任何变动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麦当劳最近爆出有主管甲员工性侵的事件，有部分的民众发动拒绝食麦当劳来抗议。不过，却受台北建中的学生挑工招团去消费，甚至佫铺去网路顶，看到是真挑工，是引起众人的批评。即嘛，佫有风声讲学校有接到恐吓批，那警方是已经介入调查。调阅相关资料，积极侦办中，另同步加强该校周遭维安勤务，以保障校园及学生安全。中正第2分局呼吁。讨论时事应保持理性，切勿触法。建中发出公告，讲连续2天接到4张的恐吓批，讲要对学生不利，目前已经报案。最近这几天嘛会加强巡逻，请老师、学生甲家长都要提高警觉。即马接近年底，不少县市拢咧举办下年的演唱会。不过，袂前袂高雄甲屏东演唱会场地，拢已经出现不少用竹或者是摕布棚来占位的情形。高雄市府讲，目前是袂甲因强制赶走，不过会加强来巡逻。因那屏东这边因为这占位的行为已经影响到大舞台，所以县府嘛请厂商甲这占位的物件先刷走。舞台工程搁伫收尾，头前已经有帐篷甲滚来野餐垫，顶悬留电话并写明袂使刷叮当。离年底跨年演唱会搁有2天的时间，有屏东民众29透早特别到高雄跨年演唱会现场占位，嘛有民众27就来搭帐篷占位。前天大家都认识，所以喜欢的要看的人就很多。来看华南小熊的，今天早上才过来的，从屏东上来。民众大包小包来到现场，为的是近距离欣赏歌手的演出。面对民众提早占位，高市府表示未强制要求清场，但会请警方加强巡逻。毋那高雄，不少县市拢有举办跨年演唱会，屏东27舞台才做好，隔天就有民众来占位。就我们都把它边边，他说不要按到他们路，改好了再过来了。好，还不确定要改哪里，会影响到他们那个作业。占位的行为影响舞台作业，屏东县政府表示会请厂商协助排除占位的物件。我们预计排除的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3点。好，今天下午3点，我们会把占位的物品做排除的动作。那也希望民众呢，能够在这之前把物品自行领回。文化处呼吁民众赶紧将占位的物件领回去，嘛提醒演唱会现场30才开放排队，但需要人亲身到场。若是放物件占位，同款会排除，以免对到场排队的民众无公平。记者陈环宇、并交管高雄屏东报道。来看高雄车头整修20年，这大店才打启用尔，就引起争议。有人讲这空板为了伤歹，而且佫是用玻璃拢做的。那铁道局是讲，因为赶要赴启用典礼来使用，才会新设一个临时的空板。那正式的伫咧3个月内就会完工，到时嘛随安去哩。民众在高雄6、7区翕相，时间20年代替高雄站自备办达，启用成员地下广场加串联东西2边热关度的婚礼天棚，而到吸引真侪人来散步体验。不过民众看到新地标看板，却是绿白白。
它的配色非常的差，因为底色是绿的，然后配红色，然后又配白边，然后就是很俗气，毫无设计感啊！这个跟高雄火车站有什么连接性吗？也没有。有人认为，绿底红字风城字体甲环境不适合，看板是无咧弄在字，政治案阁互风吹倒三字，互民众质疑看板品质真粗，暗过也有人感觉真好看。很好看啊，很漂亮，有绿色的，像是高雄的那个景观这样子，真是很适合。工作人员就将看板拆掉，大客用天棚已经加做高雄新地标，所以因为看板的美感引起讨论。铁道局解释，看板是配合客用典礼临时设的，因为后面作业顶礼拜才多完成。网络票选的一个名称，那在启用当天呢做一个揭晓，然后设置的一个临时看板。那未来呢，我们会依照这个票选出来的一个永久名称来做设计，而做一个永久性的一个设置哈。在日市区沿看车站周边环境，也远看地冠设建造的旧高雄站。铁道局表示，新看板会在3个月内完成设置，希望用加做打卡翕相的热门景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福部今麦推出新的制度，鼓励中度失智的患者换去日照中心。不过，失智症协会认为讲，换环境对失智症的患者来讲是真恶适应。也若长照7号人明讲，若是失智退化到中度以上，确实就要转去日间的照顾中心，让专业的医术人员来照顾。这是住伫社区的失智据点参加课程做伙运动，透过互相交流来减慢失智退化的速度。全台湾目前的失智症人口大约有35万人，其中大约有17万人属于轻度、极轻度。卫福部表示，人口老化，失智人口持续在增加，唔则决定要加强失智据点的量能，规划分流的服务，鼓励中度个案对据点转去日照中心。如果说他的失能程度或失智程度变得更严重，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分流照顾跟依着病程变化的改变，我们认为说它可能更适合有专责的专业照顾人力。卫福部表示，对114年开始会调整制度，中度失智、中度失能个案需要对免费的失智据点转出去。建议转去日照中心，不过失智症协会就表示讲，真侪个案希望踮伫熟悉的环境，若是转换环境，对失智者来讲真歹适应。这个据点呢，离他家很近，可及性比较强，而且他也是比较熟悉。如果要在新熟悉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讲很困难，或是转不到日间照顾中心来去接受服务。对，有很多不同样的需求跟样貌的家庭来讲的话，对他们来讲，这一个政策会冲击到他们目前的生活安排。也若长照76联名是表示，失智失能若是愈严重到中度以上，就会开始情绪无稳定，行动无方便。不过社区的失智据点是以认知促进的课程为主，无进一步的设施加医术人员。任何失智长辈，你换任何一个环境都需要适应期。长辈到了这个程度，应该要到日间照顾中心去接受到更安全、更好的照顾了。针对114年失智照护计划的调整规划，对未少厝内有失智患者的家庭来讲是一个挑战。目前也有无同的声音。卫福部表示，要安怎帮助中度失智失能的个案转去日照中心适应，未来仍以相关办法辅导，也会加强宣导，让民众了解无同失智程度需要的照顾模式，并且提供转换的时间。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有关健康的消息来看，根据卫福部的统计，这几年10大死因排上头前的是癌症，其中肺癌是排第一。有专家讲，应该加强检验、精准诊断、甲早期治疗，才会当降低肺癌的死亡率。癌症是个人10大死因头名，其中死亡率上悬的就是肺癌，21.8%，占比也上悬。总统赖清德提出健康台湾目标，希望2030年癌症死亡率降低1/3。台湾医学家陈建仁甲尤盼池宣布要做健康台湾肺癌防治2项策略联名。第一个任务是要强化体检，找出肺癌初期病人。蛮重要的就是肝癌跟肺癌的部分。那所以我们的目标当然就是希望肺癌呢也能够像原先估计的这样，能够到2030年下降1/3，是从筛检还有精确的诊断再治疗。联名表示，肺癌第4期的5年存活率只有13.1%，不过第1期有94.6%。所以，若通早期发现，就找出来治疗，对降低死亡率真有帮助。
中央2022年就针对重度食薰有家族病史的人，提供低质量电脑断站检查。两边希望2030年通增加4倍的体检容量，达到55万人。国家已经决定要把年龄层降低，还有把抽烟的这个从30包年降到20包年，再扩大筛检的族群。那我们刚刚讨论是希望再更扩大一点哈，特别是不吸烟的这些族群，但是有高风险的。除了强化体检、早期治疗，联名也要利用 AI 技术缩短诊断时间，提升准确度。但是，亲像提升体检容量这寡工课，需要大量经费应对。联名表示，会找各学会甲专家开始精算这寡方法对财政的影响，搁再来详细计划。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有民间团体选出今年10大新住民重大新闻，其中排头名的是关注移工去防污名化这个问题。有参与评选的委员呼吁，台湾社会爱搁较包容新住民，嘛期待新住民基本法会当赶紧实施。经济支柱、移工的经济支柱，如果今天被污名化的结果，其实我们大家的相容是困难的。民间团体第8年举办10大新住民新闻的票选，关注的内容包括移工，也有新住民权益、多元文化的推广、甲政策的推动等等。评审委员表示，希望移工已经纳入新住民基本法，而且今年7月份已经3读通过。不过，台湾社会要是有移工去防点油做记号有污名化的状况，这嘛是2024年10大新闻内底的头一名。把很多的污名化的现象做一个导正是我觉得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啊。我觉得我们台湾要迈向一个比较正向的、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新住民基本法最大的缺点就是讲欠缺一个组织法啦。你要无组织法无通过这基本法当然无就当执行啦。尤英虎律师表示，全台湾新住民已经超过100万人，基本法已经通过，却要无施行的时间。来台湾20年的越南语老师吴世玉表示，台湾甲越南拢是因兜，希望会当放领出入境的政策，互因会当随时登去厝内斗3工。还是我们是台湾国籍，所以我们要跟台湾人一样，要申请签证还能出国。那签证不是1-2天就可以办了，2个国家要帮忙，就是早期来的新住民。评审委员嘛表示，等在台湾较久的新住民，因会开始有中高龄就业，也有长期照顾的问题。望政府会当赶紧实施新住民基本法，保障新住民的权益。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目前已经办到第6届的花莲妇女稻草艺术季。今年以非洲大草埔为主题，而且还佫结合水流茶来创作，咱做伙来看卖。为免比以前稻草艺术季佫较有看头，今年妇女向农会特别将主题定做非洲大草原。三亚水库到国旗，佫将非洲动物园区活灵灵，互袂少游客看甲拢硬气。最吸引我是那个老鹰跟蛇，它就是很有那种对互动的感觉。每样都很好看哦。好看在哪里？好看在创意。今年稻草种植艺术特别开放其他大自然所在加创作，农民发挥想法，将水疗茶和70多位卡标结合，成功表达对大自然敬畏加资源再利用的重要性。我们这次做的主题是非洲水牛，真的很不容易哦。它不仅仅只有那个稻草的一个发挥捆绑之外，它还有去剪漂流木。我们农民真的是被种田耽误的艺术家，他们的一些创作的方式，还有他们的一些思维，可以颠覆很多人传统的一些想法。在妇女火车站也在暂停设总体艺术，暗时点灯了后，增加热闹气氛。泰鲁阁国家公园也宣布，以1月初3开始开放部分生态保护区登山步道，有863山头通走，并封山起来北方甲起来东陵顶3条步道，呼吁游客遵照路标指示，唔通离开路线，维护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个家己市当地里的里长，伊对社区的事务是真热心。伊特别规划市民菜园，或者里面用友善种植的方式来遮种菜。8年时间已经训练出15个志工。最近因阁招附近的学校做伙来推动食农教育。
摕新起好的香药来点火起用。杨地里这个市民农行，除了有生烧的菜色以外，即卖也会当利用这个香药来料理食物，提供附近学校甲社区来农行体验为产地到岛顶的食农教育活动。阮会一直做落去，啊，这个油做好啊，带动整个社区，或者把它交给一些学校的小朋友，互因来遮体验这个农产品。这个300外平的市民农行为8当前开放予里民，用有机无毒的方式来种菜。毋但伫社区推广友善种作，嘛培养15名有机志工。有志工就表示，退休的生活有一个所在通无闲，阁会使推广健康的观念，是一件真好的代志。有要种的就来种，啊无要种的你也要用药啊，感觉讲你种无要用药啊，你就莫来遮种啊。啊，家己要食的嘛，较安心啦。山顶的嘛有啊，有机的啊，啊，搁家己遮咧随种随挂，足好的。里长表示，这个农行配合社区规划署的改造计划，用5个月的时间，若重新规划菜园啊，搁增加一个无烟筒的香油。未来会利用这个农行，透过种有机菜色，推广农业知识、甲食品安全、甲食农教育的观念带入来社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部推动台语主流化，即嘛台语的创作是愈来愈多。伫新北有一个成立要10年的剧团，因甲因的大家厝改造是台语版，或者国再飞上天。透过鸟仔着伤、福建，各一届飞上天的故事，要来鼓励囡仔勇敢坚强，拄着困难唔免惊。阿乐甲阿母做伙甲白鸟仔医拍拼福建，互伊受伤过的石骨通赶紧变勇行。这是原厝厝工作室剧团以前创团的经典作品，但重新改编做台语版的《国再飞上天》，要互囡仔通对戏剧内底了解，讲生活中就算讲受伤、跌倒、身躯边有关有亲情朋友斗阵，陪咱勇敢面对，总有一天会当国再飞上天。剧团表示，为着要让大人囡仔拢通享受台语的情景，因加入侪身边的台语囡仔歌。剧团希望透过戏剧互动，互囡仔若听若有趣味，嘛带动大人开喙甲囡仔讲台语。啊，小朋友本来是讲哦，敢若听无，也是要看字幕。啊，到后来的时阵，伊嘛是足欢喜的，甚至讲迄介绍讲要米小炊的时阵，伊甲伊讲，无啊无啊，无伫遮哦。会使互爸母含囡仔之间，会甲翻译啦，甲讲这比如讲教爱的台语是安怎讲，伊即摆在讲啥？亲子的之间的感情，即摆都是提升啊啦。表演现场有袂少带囡仔来看戏的家长，针对政府当特色的台语家庭计划，家长肯定在生活中增加台语环境的做法，透过深色的互动，囡仔嘛较会愿意开嘴讲。听无安尼就变怎？我就爱伫边仔甲伊讲，这是啥物，在讲啥安尼，嘿，给尴尬。他们学校虽然有在教台语，但是也不是很，就是都是只是一些皮毛而已，对，就觉得在环境中还是要多讲一些本土的语言。剧团表示，虽然台语亲子剧的票房有较食力，不过看到侪台语家庭无论到外远，有关系的小招带囡仔来看戏，嘛，互因愈有动力继续拼落去。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继续咱来看，伫咧台语文创意园区，4年前因有引进一套有音阶的锣，即届因特别招社区的志工来上课做伙来推广。今年特别办成果的发表会，演奏《梦里早归》等等侪经典的歌曲，希望用传统的乐器来推广咱台湾的歌谣。杨三郎作曲的《梦里早归》是台湾战后出名的台语歌，即阵透过铜锣甲钢琴的合奏，传达出歌曲悲伤的相思情。台语文创意园区2020年由园区志工组成铜锣队，大家同齐学乐器，推广台湾音乐。来卡了吼，
不但会当学到音乐的乐理，嘛会当学到足侪的台语歌，互你的心情会更加好。一方面，互咱的志工大家有机会会当去提升，会当咱本国的语言、咱的文化、咱的音乐会当普遍，互大家人会当学习，这是好，会培养大家的生活。这套音阶螺是台湾出名的当螺师傅吴宗林的作品。台语文园区引进了后，邀请退休的音乐老师廖英雄来教课，让学员为音阶、乐理开始学起，也让原本敢若会当独奏的当螺发展出合奏的表演。阮遮有一班叫当锣班、通锣班，吼，还有设班长，还有请这固定的老师来练。通常伊咧演出大家较熟悉、比较熟悉的旧歌，吼，我常常咧听，我今日听特别欢喜。咱当的物件呢，较低、较大粒的物件呢，伊的声音会互人安尼沉稳落来，会平静落来。那较悬音的物件，伊声音较清脆，所以学起来时阵有无共个这的效果。台语文园区表示，当螺班成立4档的时间，今年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希望让更较侪人听到传统音乐水开的声音。园区逐礼拜2嘛拢有安排当螺课，希望招有兴趣的民众做回来听歌学音乐。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印度的城市普莱拉格拉吉，每年1月份至2月都要举办印度教传统的节庆大乌节。这个活动会当讲是全球上大的宗教庆典，按算到时会有4亿的信徒会来参加。另外，伫咧北非的突尼西亚，嘛有一场国际撒哈拉节，呈现沙漠内底游牧民族因生活方式。这搭是印度城市普莱亚格拉吉，明年1月到2月，将要举办45天的印度教传统节庆大乌节。大乌节是印度教的传统宗教庆典，信徒会踮喺恒河的水内底洗游、洗清罪孽，得到永生。根据印度教的传说，有4滴永生的甘露按天顶的乌，滴落凡间的4座城市，也就是轮流办大乌节4个地点。这内底普莱亚格拉吉的庆典是上闹热的。हाँ एक शहर तो यहाँ बसाया ही जाता है। उसके निमित्त जब यहाँ हम लोग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 रहे हैं पूरे समय में करीब 35 से 40 करोड़ श्रद्धालु यहाँ आते हैं पूरे मेला अवधि में, तो उसमें उनके लिए आने और उनके सकुशल जाने के उनका एक अनूठा एक्सपीरियंस के लिए शहर को तैयार करना ही पड़ता है। 要来迎接这么多信徒，实在是无遐简单。主办单位当咧积极赶工，要补强基础设施。目前已经起造15万间便所，6万8000拍的路灯，含工时阵会当供应5万人食饭的社区灶卡。工事搁在赶工，不过真侪信徒已经提早到位。माने हम ये सोचते हैं कि हमारा पब्लिक सुखी रहे, हमारा राज्य सुखी रहे, हिंदुस्तान हमारा हिंदुस्तान बन जाए। हम अपने पब्लिक को सुखी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अपने आदमियों को जो हैं उनको सुखी देखना चाहते हैं, इसलिए आशीर्वाद देने आते हैं。另外，北非国家突尼西亚的图书已经展开庆祝活动。这当咧举办国际撒哈拉节，现场会当看到各种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甲文化，亲像骆驼赛甲马赛，佮有表演传统歌舞。目前北非地区依然有真侪游牧民族，因定定踮咧沙漠内底牵线，我靠骆驼、牛羊来度生活。伫即个年尾的6礼拜，每一个部落拢功夫景点，含游客来同乐，然后闹热又佮趣味，公司十分优派准便宜。来看，伫咧杜拜有一间洗车场，因为着要招人客，就想到一个出头，因甲这洗车场改造是一间鬼仔厝，而且叫员工装作是鬼来甲人客吓惊，想袂到因的生意有影是变甲吓吓叫。车驶到洗车场，铁门拓开，行过来是4个青面獠牙鬼仔来挨沙子，等车定位，这鬼仔就开始做洗车的任务。因哪用破洗车，哪故意甲面搭去窗仔门对内面看，有当时啊，佫规气直接甲车门破开，甲人客吓惊。这个查某人客本来是落车伫边仔伫耍手机啊，结果就互出现伫伊耳仔边仔的鬼仔惊着啊！杜拜这间开伫巷仔内的洗车场，为着要请人客来，就出这种奇招，结果效果比想的佫较好。99%, if not 100% of our customers are satisfied, they're happy because it's something different. You can go for a car wash, but then it's boring. People are coming with their family, friends, even kids. 业者讲，伫鬼仔厝洗车是请真侪人来体验，不过因限定爱15岁以上的人才当入场。
I was nervous and I was also a little bit scared. But when we entered, you know, all the faces, it was amazing. Yeah, and now I'm relaxed. فكان الموضوع فعلا يعني كأنك داخل بيت رعب فعلا، يعني عرفت مجرى خطير في الموضوع هذا. فكان شعور عجيب صراحة، شعور بيرفكت. 这间洗车业者甲无聊的工课变甲真趣味，来这的人客无妨行甲走去，颠倒是对咧做伙耍，嘛带动洗车的业者明显成长，证明讲只要发挥创意，本地真普通的洗车业嘛会当变甲真无共款。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12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15度。东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12度至18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